第20章，无酒互人放纵，交酒互人发狂。因为酒内迷失是无智慧，王大受气，亲像狮大声吼，惹伊受气，会害着家己的性命。避免纷争的人通称赞，毋鼓戆人爱冤家。贫惰的人无要照时正做，受怪时找无半项。人心内的假冒，亲像深的水，只有明理的人才会甲伊唱起来。讲家己有忠实的听的人真多，毋过忠实的人要去倒位找？照正直行的义人，伊会行行顺顺，真有福气。王坐伫审判的位，伊的目睭监察拢总会歹。啥人敢讲我已经洁净我的心，我的罪已经清去？用无相款的秤锤，无相款的斗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囡仔是纯洁，也是正直，对伊的行为看袂出。话听的耳孔，话看的目睭，两项拢是上主所做。毋通贪面，则免至高善车；目睭爬互金，则有够额的美牛。人买物的时嫌讲毋好毋好，买了家己夸口真好。虽然有金，阁有真侪宝石，毋过有知识的喙唇，才是珍宝。为着生分人担保，就摕伊的衫做抵押；为外人保证，就家己承担后果。骗来的食物滋味真好，后来就亲像水在暴刷。参详为互计划成功，好的策略为互交战胜利。四过讲人是非的，为漏泄人的秘密。交话毋通甲伊结交。咒诅父母的，伊的性命会亲像灯伫极黑暗的中间失去。真紧得到的财富，到尾无一定是祝福。毋通讲我要报冤，就听候上主伊会救你。无相款的秤锤是上主所厌恶，假的天平嘛毋好。人检会知伊家己的路，人的骹步是上主在决定。毋通随便讲，这是要献互上帝的物，则免下原了煞后悔。智慧的王亲像用簸箕甲歹人拔出来，用车链甲因应过。人的心灵是上主的灯，查明家己的心思意念。主爱信息保护国王，伊的座位因为人治得到保全。勇健是少年人的阳光，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。鞭拍会除去人的罪恶，拍伤会洁净人的心思意念。